1839年6月3日是中國歷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。這一天，天氣晴朗，碧海、藍天、綠樹，把古老的虎門寨裝點得分外壯麗。一大早，從各地聞訊趕來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把寬闊的虎門海灘擠得水泄不通。新搭起的禮台上彩旗林立，禮台下一側是身着朝服的文武官員，另一側是應邀前來觀看的外國商人。他們都是來看看林則徐在英國商人和官員的威逼利誘下，怎樣堅持執行強硬的禁煙反毒任務。至於收繳的2萬多箱鴉片，可以怎樣銷毀呢？午後2時許，林則徐等人健步登上禮台。這時候禮炮光明，群情沸騰。隨着林則徐一聲令下，虎門硝煙開始了。只見一群群光着脊梁、赤着雙腳的工人，先向灌了水的硝煙池撒鹽，再把收繳來的鴉片拋進池裏，然後又把一擔擔生石灰倒下去。石灰遇水會產生高溫，鴉片便開始溶解。頓時硝煙池像燒開了的鍋一樣，咕嘟咕嘟直冒泡，還散發出一股股難聞的氣味。工人又拿木耙不停在池中攪拌，務求鴉片完全融入水中。待退潮時，把池水送出大海，一點兒不留。看到害人的鴉片被燒毀，在場觀看的老百姓無不激動雀躍，歡呼聲響徹虎門上空。硝煙整整持續了23天，200多萬斤鴉片化為煙渣，被潮水捲進咆哮的大海中。當時外國商人、傳教士等不相信林則徐有辦法把所有鴉片完整銷毀，於是前來實地看一下。待親眼目睹全部過程後，他們都對林則徐銷煙的決心和行動心悅誠服。